袂晓讲话的人先讲才想，话到顿边留3分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出去，啊，毋惊人偷摕物件。啊！你敢袂去接阿婆转来？哎呦，迄阿婆安尼讨厌我，你嘛知影我住伫咧厝诶，一定足无欢喜。我老实讲，住伫咧遮哦，啊有食，阁有通啊困。嘿，我应该表现一下。安尼哦，阿伯有面子，啊，伊若要甲我留落来吼，伊嘛有理由咧。安尼阿婆吼，都袂认为我是一个歹查某囡仔。对对对，表现一下，表现一下。我是要安表现哦，啥物拢袂晓做。有啊。免啦，免甲我扶啦，我家己会晓行啦。阿姨，小丁。建昌，我要甲这个死囡仔来转啊啦。哦，小丁啊，歹势啦，真甲你扎错，我们来转啊吼。啊好啦，你莫安尼客气啦，这本来就是你的厝啊，你啥物时阵转来吼，阮拢嘛足欢喜的。是啦，哎呀，小囡仔讲安尼无毋对啦。其实哦，我嘛希望恁会当搬转来啊，啊，大家怎做伙安尼较有伴啦。啊，若无吼。啊，反去外口办代志，留你一个人伫咧厝，你嘛无聊啊！啊，大家怎做伙吼，啊，你嘛靠一个照应啊！唉，建昌叔弟，你唔免搁甲阿虎啊苦劝啊啦。第这个时阵哦，要叫阿虎啊搬转来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哎，阿母啊，安怎？啊，念你2句也袂堪的是无？好啦好啦，转来厝哦，看你要安念哦，我拢互你念，安怎？阿虎。转去厝的是有条件哦，你转去厝的了后，就要随时叫迄个人出去哦。若是要搁甲留踮咧厝的，我是会随时挖头，我就搁倒转来遮哦。姨妈，啊你讲迄个伊是啥？啊，囡仔人有耳无喙啊，你问遐做去创？阿母啊，咱来转啊，咱转来厝的吼，我拢遵照你的意思，安好无？建昌，小丁，啊，无我来走啊。阿姨啊，顺行吼。顺行吼。建昌，吼。顺行。阿姨，姨妈拄仔讲的迄个伊，应该是接电话迄个人。
过我实在想不通呢。后尾啥我互姨妈甲人讲，迄个伊是啥嘛？哦，安怎？我到厝内是安怎来乱七八糟？哎呦，掉石头了！安怎？好啦，紧来，你紧去内面看卖啊一个啦，吼，赶紧甲我开门一个。楼顶的物件唔通拍无，紧，哎呦，哎爽，较细腻的啦。哎呦，我叫你较细腻的啦。我有啦，紧来，我规个想你啦。紧来啦，好啦，门紧甲我开起来啦。甲楼顶物件唔通拍无啊无，我紧来看卖一个。好啊，拍电话报警察，紧来哈。豆豆，你滚啦，滚啦！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安尼，规想咧，那是安怎呢？敢会着十头？那到底是安怎？阿妹啊，那是安怎啦？我有咧变嫂啊！啊？你变嫂？对啊。啊！不敢安尼。是安怎让有臭的大味啦？啥啦？快来助我！做一个袂煮到臭的汤，那安尼就有啦。阿婆，阿伯，是的啦，我唔是跳工的啦。唔是挑工的，灶骹就已经倒火啊！若要挑工的，唔就规间厝烧了了。阿婆，但我是想讲吼，阿伯甲我收留啊，我应该表现较好一点嘛。毋但想讲吼，甲厝内啊摒扫一下，煮一点糜，等你转来通好食。我哪会知影代志会变安尼？为着我甲你吼背离袂下啦，若要免讲大斗阵吼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阿福啊，你答应我的代志吼，该当处理也着要去处理啊。我已经忝啊，要徛楼顶休困。阿婆，免叫啦。阿伯，是的啦。无要紧啦，我知你好意的，阿伯袂怪你啦，吼。你真正袂怪我？嘿啦，啊，你嘛袂生气吼？袂啦，我免来甲你生气。多谢阿伯。我有话要甲你讲，来，你遐坐者。阿伯，有啥物代志啊？做你讲，我做会到，我会甲你斗相共，哈。因为啊，你拄则都有看呀？我老母转来啊，等下年儿遐多啊，我做人的囝的吼。阿伯，我知影啦，以后我会替你好好照顾阿婆，我袂阁做惨物事啊，吼。无啦，毋是啦，我毋是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到拄仔就听的，阮老母讲哦，参你8字袂下，伊看到你就气恼，阿伯，我了解啦，以后吼，我绝对袂甲应水应字，伊若甲我骂，我就忍耐，好无？毋是啦，我袂坦白甲你讲啦，就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当阮老母转来啊，你袂能够住咧遮啦。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我无法度甲你留咧遮，你着要谅解我呢，吼。阿伯，我知影是阿婆讨厌我，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袂怪你啦。无啦，毋是安尼啦。啊，阮阿母吼，就老岁仔人，啊伊看你做的代志，都看得较袂惯势，你莫甲伊敬气啦，吼。啊，别知吼，你本性真善良，也若无你嘛袂甲阮拼厝内，啊煮袂互阮食，对无？啊，你即摆出去吼，你来做人看呢，
阿伯对你有信心，吼。阿伯，你莫安慰我啦，我知影头提钱是我唔对，为着我所做的代志拢是唔对的啦，我袂死赖伫遮外走。有安尼啊，这钱你摕去，袂啦，摕去啦。那你一个走音的人伫外口哦，无钱袂用你啦。来来，摕摕摕。袂啦，我袂摕你任何物件。我虽然啥物拢无，也毋过我阁有一点仔志气啊。我真正所偷摕，迄钱吼，我阁趁倒来还你啦。啊，还几这束衫后，我连去洗洗，皮在后壁，我就走。阿妹啊，安怎？阁有代志啊？若无代志，我来洗衫哦。好啦，你去无用啦。阿母啊，我甲伊讲好啦，伊就衫裤洗洗披好，伊就走啊，你放心啦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今晚要走，也毋过，伊无走嘛袂用你，代志嘛无做到解决。伊若伫咧，我老母是无可能转来。啊，我老母遮做戏啊，我做人的囝的，嘛袂用你逐工了气咯，咧忤逆伊。我老母讲的嘛无毋对，伊是金的。永远都无可能变成文英，永远都无可能变成我心目中思念的迄个文英。阿福啊，阿福啊，你家己爱讲我啦，伊永远都无可能变成是文英啦。我都唔敢，你话这叫放弃，因为我惊讲，我若来这，我会想到过去，想到文英，想到我这是上该对不住的人。你早就来关心，你知影我是在足思念你的，我总唔甘的。志玲，你伫遐过了好无？听人讲，恁迄边已经开始落雪啊！你还记得加穿一领衫，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哦。
已经搬转来大爷厝啊。阿姨甲志忠拢对阮真好，阿爸的身体嘛一天比一天搁较进步啊，请你毋通挂心。志忠已经将你离开迄天交的伊的批替我看过啊，想袂到你叫伊一定要做较到的代志，竟然是叫伊替你照顾我。志玲，其实我一直将志忠当作是我家己的阿兄啊，你敢袂用的，莫阁勉强我，我真正无法度将你。阿姨，李官啊，你阿爸无在家哦？无。哦，我在房间吼，等无恁阿爸啦。我叫是讲哦，恁在遮开讲，恁阿爸无在家，你敢知影伊在倒哈？阿爸有甲我讲，伊要去文英阿姨的房间看卖啊。哦，我来看卖啦吼。伟业，每一摆，我来入来一间房间，我就感觉我真见笑，足痛苦的。我常在想，当初你若无拄着我若无救你嘛袂入来等教。你的命运嘛袂变成安尼，今仔日你嘛袂遮早就来冤枉死，我捌就抓，讲要带你，互你入来等教，要搁到即摆，我还是要搁做袂到。无换你一个名分，一个归宿。唯有我对不起你，我浪费你的性命，互你为我等一世人。唯有我对不起你，我实在对不起你。有一起重影你哟，相逢赢着，才可了苦。你管讲也无毋对，我唯一辜负的人就是你，我亏欠你的，我这世人不管安怎弥补，安怎还，都还袂完。强啊！你搁在思念文英啊？少？我对不起，我真正对不起你。建强，你莫搁艰苦啊啦！文英吼已经死啊，伊无可能搁活过来啊！你搁安尼艰苦吼，文英若知影，伊在天顶嘛袂安心的啊！建强，文英吼是遐尔啊善良的人，我相信吼，伊一定希望讲你会当坚强活落去。伊一定无希望看到你吼在遮自责，在遮怨叹啊！我有你的难搞，我毋捌互伊过一天的好日子，我予伊的
只是谈谈，是无？甲忠告你，伊即摆已经死啊，伊嘛是满肚都今摆咱陈家的大门，到今都伫外口咧流浪，伫外口咧做孤儿仔鬼。你讲，我哪袂怨叹，要自证啦？建秋，你甲以前的代志吼，拢放袂记的啦。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，好好啊弥补伊。我嘛会替你弥补伊啊，吼。为了你，我真正唔知啊，唔知啊，要安怎才能弥补伊啊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